各位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咱已经结婚的兄弟姊妹，咱感觉体会过，伫咱婚姻的过程中间，咱感觉意识到，这个婚姻的是地面上的婚姻的时间是有限的。今仔日经文讲到亚伯拉罕甲撒拉，撒拉伊活了127岁，已经活了127岁的太太。当伊来过身的时阵，伊的翁婿将为伊埋葬伫迄个所在哀伤涕哭。婚姻的过程中间，毋是拢遮尔简单的。有时阵有艰难，有时阵有欢喜，有时阵也有目屎。咱要对亚伯拉罕甲撒拉，因即对翁仔某，因的所行过的路，咱小可来去思考，咱也会当去体会。第一，咱看见因是牵手三角行，咱做伙讲一下好来，牵手三角行。亚伯拉罕即个翁婿。一个上大的特色就是常常搬厝，听到上帝的声，然后听到上帝的声，伊可能突然间就甲因的太太讲：“太太啊，我感觉上帝呼召咱应该爱刷去倒位。”甚至有时阵，伊敢若听到一个声，就是讲你爱离开这个所在，无听到讲要搬去倒呢。你想你做太太，你听到你的翁婿讲，咱来搬厝哦，你搬去倒，是有钱无？有啥无？我毋知，然后敢若讲，我看上帝爱咱搬厝咧，你敢要倒？各位做太太，你敢倒会行？但是咱看见撒拉有倒无？有倒。这是啥物？这是一种真信任的听。你讲。你是我的翁婿，我对你的这人格，我有真深的确实。我知影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，我也知影你伫上帝面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所以你讲的，虽讲我听无，但是我犹原相信，我是你的太太，我愿意对你来行。这是一种真深的听。做伙来行天路，真心的信任，夫妻的中间，咱爱学习这款牵手三角行的生命。第二，咱看见因是同心敬拜主，咱做伙讲一好来，同心敬拜主。亚伯拉罕每离开一个所在，到一个新的所在行去，伊做的第一项代志，拢毋是去找头路，伊做的第一项代志，拢是。开始摕石头，开始排去一个祭坛，伫迄个所在要做啥？敬拜上帝。咱相信这位撒拉伊的太太，也伫迄个所在，到一个所在，因着先做伙伫迄个所在咧起祭坛，做伙由伊的翁婿伫迄个所在献祭，两个人做伙敬拜，因是一对同心敬拜主。翁仔某，因的生活也是起造伫即个献祭、求主的生活顶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真正翁仔某爱做伙敬拜，翁仔某爱做伙敬拜，毋是你拜你的，我拜我的；你读你的圣经，我祈祷我的。安尼是无够遮。翁仔某爱有做伙敬拜的生活，这是一个真深刻的交会。毋但伫教会做伙敬拜。咱伫厝里也有做伙敬拜。亚伯拉罕这对翁仔某，甲撒拉因也是会拄着艰苦，因是共同经历苦难的一对翁仔某。亚伯拉罕第一遍因为饥荒来到埃及，第二遍佫徙位寄居伫伊拉米，即两位拢发生一个情形，因拢是拄着真大的危险。然后这个翁婿啊，做两遍听起来真软正的代志，就是毋敢讲撒拉是伊太太。都讲迄是阮小妹，结果即两遍拢险啊害伊太太向带去做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拄则迄个搬厝的已经互人做无法度忍受了。即个毋敢承认讲，即个是阮太太，这真正是。
你若做太太，你真正会规心肝，真正是真哪会，即款代志哪会安尼来产生？你想，这伫夫妻的关系中间，敢是一种伤害？会无？会伤害吼。我为你做父做马，你搬搬厝，我着第二句话无讲，我着去反省你啊！竟然危险来的时阵，你惊你家己受害，你着竟然毋敢承认我，真大的打击。但是萨拉为虾米会愿意配合演出？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嘛当然咱嘛当想象确实情形是有真大的危机。但是咱看见是即两边的过程中间，拢是上帝出手来拯救。伫即个上帝出手拯救了后，因伫迄个所在佫较体会到婚姻所面对的苦难，毋是人的手所担会了。婚姻所面对的苦难，真正是上帝出手来拯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婚姻会拄着挑战无？会。有时阵即种挑战是超过咱所担会了的。迄个时阵，是主来牵咱来行。咱已经结婚，每一个人的结婚的时间无共款，但是咱回头看，是毋是有足侪嘛有一寡危机对无？拄结婚的可能就危机啊对无吼？拄结婚几年后开始做老爸，这个过程的中间，这过程怀孕身份的改变，生活的协调，这是一个较基本的嘛是开始的。以后敢工作拢一定稳定，拢有真侪的困难。有时阵感情也会叫其他的异性来吸引，来造成真亲的混乱，这拢是真大的困难。各位兄弟姊妹。阿伯拉和甲撒拉，因也经历过真大的困难，是主甲因帮助，主甲因拯救，所以因伫迄个工做伙受苦的中间，也见证主的恩典。因也是共同经历软正。阿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应允，伊的后代要亲像山遐尼多，但是伊已经年纪大。了，伊伫迄个所在等待啊，伫迄个所在祈祷等待，但是上帝应允敢有出现？伊的后代敢有出现？无，伊伫迄个所在一直等待了真久以后，撒拉伫迄个所在等袂落，撒拉伫迄个所在请伊的丈夫来接受伊的女婢夏甲做姨太太，做媳妇。为伊生囝，阿伯拉咱伫迄个所在等上帝应允，等，伊最后嘛有伊信心会软正，无法度坚持相信主的应允，然后真正也带即个媳妇，真正接受，也真正来生囝，以后代志就无通好处理了。真正即个婚姻的中间，一男一女是上帝所配合一个好的情形，但是一男二女。出现了真大的问题，开始即个媳妇，我有囝你无囝，开始欺负即个大某，真大的争端，家庭中间，因为即个无共即感情的介入，产生纷争的恶果。最后，上帝也是上帝来出手帮咱，上帝出手帮咱来。因带来教导，甲因讲安怎来排解，甚至下甲。即个细姨虽然讲伊着爱家己出去，但是有原是上帝顾守伊，甲伊的细囝，伊是玛丽。所以咱看见拢是上帝的手伫即个背后咧排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互咱看见，婚姻确实需要重视。无重视，真正造成极大的痛苦。但是咱也看见，婚姻真正是上帝咧帮咱，真正是上帝咧帮咱，互咱会当坚持。虽讲经过软正犹原互相得到主的恩典，搁较进步，搁超越过即个部分，流着目屎继续向前行。婚姻真正爱流着目屎向前行。咱互相鼓励者，婚姻爱流着目屎向前行，鼓励者来。
年期，害咱拢卖流伤侪目屎啦。但是你要有即款的坚持，坚持就算流着目屎，我永远要向前行。最后因做伙去着上帝应允，伫阿伯拉罕100岁，撒拉90岁的时阵，因都还在抱婴啊，你孙哟，哦，毋若孙哦，嘿，哦，应该是阿祖吧，无迄我生的，归荣光互上帝。因伫这中间做伙行过风风雨雨了后，得到上帝的应允。这是夫妻关系中间大喜乐的一项代志。最后，咱看见因牵手行过因的一生。撒拉伫127岁，阿伯拉罕加伊10岁，137岁。撒拉行了伊人生的路途，死伫伊伯伦。阿伯拉罕跑啊慢慢行，买土地来埋葬伊的父亲啦。各位兄弟姊妹。上帝予咱的婚姻是有时间性，上帝予咱的婚姻是有时间性的。毋知影是咱先走还是对方先走，咱毋知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想到即项，你敢会当较包容？想到即项，想到即个有限，你敢愿意较珍惜你身躯边的迄位，更较愿意做伙甲伊做伙流目屎，更较愿意。甲伊牵手做伙行，更较愿意甲伊同心敬拜上帝。时间是有限的，有时阵咱常常想讲，那以后咱甲安怎？你确定敢有以后？你确定你即马无看重你的婚姻？你确定时间有偌长吗？好好享受上帝，互咱伫第二前所配合的即个配合的婚姻。一个人比两个人较好，这是上帝所配合，咱就爱珍惜。咱看见阿伯拉罕甲撒拉伊即对翁仔某的中间，伊有相爱有嫉妒，嘛有软正有争端。这是一个甲咱的一般的婚姻真相像的情形。伊后得胜的时阵，伊后软正的时阵，伊嘛互相艰苦心。你哪安尼对待我？迄款的时阵，甚至因嘛有叫婚姻中介入的时阵，拢有。但是因是咱真正是咱会当合适的对象，伫真实的婚姻的中间，真实去挂靠住，互相互介的，做伙行，做伙流目屎，做伙牵手，做伙共度苦难。你有软正，我嘛有软正，但是伫迄个软正的内面，做伙扶持，做伙经历。你软的时候，我甲你扶；我软落去，你来甲我扶。做伙凭着信心，做伙来领受应允，做伙行到人生的路尾。无论如何，坚定来行这条的道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是互咱看见，这个亲密的婚姻的关系，什么款的关系？坚定牵手一生。你敢愿意为着这个上帝？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即个婚姻付上咱所应该爱付上的代价。若爱改变一项，你敢知影你要改变的是啥物？咱敢捌想过即个问题？因为咱的太太是咱的丈夫，常常忍受咱真久啊。你敢愿意为着即个遮尔美好、遮尔珍贵的关系，你愿意做啥物改变无？互恁的关系更上一层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。主啊，阮互阮伫阿伯拉罕甲撒拉的身上，阮看见迄款的包容，迄款经历起起落落、悠远、手牵唔放，迄款的三件。主求你帮助，互阮也会当伫阮的人生的中间，阮的珍惜你所赏赐予阮的婚姻，用这款牵手的态度，用这款认真的态度，用这款遵守伫主面前所立的誓约的这个态度，互相调整，互相相听，互做伙经历软正，也要做伙领受着应允。愿阮的一生真正
丰丰富富体验你所应允婚姻的记条。原来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